请上联团体来点个希望的辣椒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肯定是平等、尊贵、关键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咱每咱每想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。这是咱来用信息第173次，上帝即时临在，请咱这里来用传讯。
你着尽心尽性尽力，抓住你的上帝，这个代是我的，也是我的，第二个也是我所，你着抓住你心中家己，这个代是我在生命的路头，我的心的改变可以，就是你着参命，亲像我来听你，你听我来参命，你来参命，这人会对咱的爱，你是我的先生。请坐。这是三摆K25。我要摇到山。我的帮助被引导来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伊对的，伊无要互恁的脚摇错。我是你的大路你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要把你的天最利平。你是太阳无上你。你是为了爱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。你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这时到永远。这是咱参考阿爸的祈祷。向我祈祷，感谢你伫即礼拜，只要无论遇到啥物款代志，你拢互阮平安顺遂面对。阮咧感谢赏赐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。阮今仔日要来学习你，要来感谢你。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拢真做你所满意。主啊，你总是借着逐项的事对咱做细心的试验，虽然伫生活中遇着困苦。但是主，你应允我要带领到丰盛的所在，当我面对战争的时，主，互我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。求主亲手医治伫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，互因的身躯甲心得到主你的医治，并且早日恢复家园。当我面对世界经济困难的时，求主互咱智慧，互世界政府好的政策来平稳经济，渡过难关。主啊，今仔日是大感谢的第一主日，愿阮的心常常记录，隐藏阮用福音甲真理，温柔服侍的人。因着耶稣降生的时，互阮的家庭充满规律来记录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，透过阮的教会。通过牧师的带领，互阮来做伙服侍你，互咱会当行伫你的旨意里面，无偏离你的道路，好叫阮愈来愈健康，做伙同在主你的喜乐当中。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，阿门。这是咱来读圣经。记载伫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。咱今仔日英文较短，咱做伙来读。受了的万人，一个上当地讲，你囝毋是基督啊，就去感谢伊教我。第二个，你来讲，你记得当时做。连上帝也惊啊！咱受罪是功德，因为咱所受的，也是咱所行。若是这个人所行的无一项毋对，就我耶稣啊，你的怒海是着医治我。耶稣
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互牧师嘛会当有即个较紧的经验吼。顶礼拜的早起时8点半，我家己当想讲安尼，我来快驶一下，真正就2条线哦，所以作用顶礼拜是用声音来甲大家见面。即摆若是确诊吼，拢有一段时间了，无像以前较久，但是病毒伫每一个人的身躯内底吼有无共款吼，总是拢安全。牧师今仔日特别带 N95伫内底，外口去挂一个喙罨，吼，安尼互咱会当伫即个中间较安全。伫即个尾后的即个咱咧讲的12个的团体，拄则咱听到诗班唱。无有12个，都无有冠冕，吼 ，No cross, no crown， 吼，无迄个12个，就无有迄个头，吼，咱的头壳顶迄个荧光的所在就对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12个伫咱真做基督徒的生活内底介重要。伫尾后，即几礼拜，咱拢咧讲咱的团体，因为今年是一个团体年。所以最后伫即个团体顶面有足要紧的，就是要通过耶稣，伊伫12个顶到最后，为着咱即段的意思，咱要安尼一站一站足斟酌，吼，来伫遐来看，伫遐来看着讲耶稣，伊家己用啥物款的方法，用啥物款的方式来甲咱做团契。然后伫即个中间，咱来领受了后，咱也会当安尼伫咱的团契内底三甲生活。若是安尼，即个教会才有光明，人甲人中间的团契才有光明，敢毋是咧？也有一个牧师，伊教会当咧建堂，即间教会婚姻观内底。上界偏乡，婚姻观有足侪乡吼，算讲拢足细，甚至伫海边，伫迄个所在嘛有迄6000吼，就是台湾的6000以下，所以会当讲迄个所在人嘛无侪。总是迄个牧师伊真认真伫遐做教会吼，伫遐牧养了后，伊用透过做児童的课后辅导，真做教会会当去扩展。所以课后辅导了后，有请一个老师，叫做淑慧。这个牧师尾后，迄个淑慧离开，迄个牧师伊讲，伊有一天，因教会当咧建堂，结果迄个淑慧的老母，嘛是一个年纪真大一个阿嬷，伊敲电话来，伊讲牧师啊。我伫教会找你好无？迄个牧师听到这个是伊较早的迄个咧伫遐顾课文班的老师的妈妈，无信主，伊就讲免，我去恁兜找你。所以迄个牧师伊就去找迄个阿嬷，结果伊去到因兜，伊看因兜吼，足侪新命的，你知影伫云林搁伫庄脚吼。搁海边，你就知影啥物吼，妈祖观音等等足侪。咱伫遐看到伊甲因先生，迄个阿嬷开喙，甲迄个牧师讲：牧师啊，感谢你互阮淑慧吼，伫你遐过去一个工课。了后，伊甲牧师讲，伊的查某囝尾后去台北做工课，到前几年过身去啊。所以这个老母失去这个查某囝，伊的心真艰苦。然后这个老母甲牧师安怎讲？伊讲牧师，我足想我的查某囝的呢。我知影伊迄阵伫你遐做工课吼，伊有捌耶稣。牧师啊，你会当替我祈祷无？互我查某囝会转来，互我面望着。兄弟姊妹。迄个牧师伊讲，伊听到这个阿嬷甲伊讲，牧师啊，
你会当替我祈祷无？是伫迄个因兜采足侪神明的所在，所以迄个牧师尾啊，替伊祈祷，伊的心足感动的。毋若是安尼，当伊替伊祈祷了后，迄个阿嬷竟然摕钱出来讲，我知影恁咧起教会，遮来吼一寡上天，甲恁帮赞。哇！迄个牧师目屎用要流出来，然后伊离开，伊来咧兄这礼拜的时阵，伊来讲，咱的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，咱毋通甲信甲敢若死去的上帝共款。你看连一个拜迄五常满厝边的阿婆啊，伊就知影讲，伊的查某囝过去有信上帝，了后虽然过身去，伊要去问伊，就爱叫牧师来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甲主的团契有够安尼无？伫咱的团契内底是充满盼望的。虽然已经死无咯，总是咱知影，咱的主带互咱是盼望。所以咱伫最后这团契内底，盼望即款的团契的生命，会当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毋若是咱甲主的团契。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团契内底也会当安尼，所以咱已经讲到第几讲啊？第7讲。顶礼拜咱讲下面的团契，爸啊下面因为因毋知因所做是啥物，这是耶稣伫十字架顶内底所讲7句话内底其中一句。盼望咱也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也会当常常讲爸啊下面遮的人，遮会得罪我的人。因为伊毋知影因咧做啥物，总是我愿意写咧。今仔日咱要讲盼望的团契，下日还佫有3讲，咱要安尼斟酌，慢慢来看，看到底耶稣伊安怎透过伫伊的生命内底来展现出来，甲人的迄种的团契，互咱诚做模范，也会当学习。用现代台语译本，咱佫3甲做伙来读。这段短短的经文来请做伙定的犯人，有一个一直甲耶稣侮辱讲：你点毋是基督，救你家己嘛救我。另外一个甲伊责备讲：你甲伊相反受刑，你点毋惊上帝？咱受刑是公道。因为咱所受的是罪该应得，毋过即个人拢毋捌做啥物毋对，伊就对耶稣讲：耶稣啊，你做王来临的时，请话记得我。耶稣甲你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入龙园。以上，咱今仔日咱讲是大感节，第1主日，要点到即个希望的蜡烛，咱看到这蜡烛无好点，有当时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有心中的希望，总是事实上外表有足侪环境的阻挡，就亲像今仔日共款，咱要点到即个上顶的蜡烛火，但是点袂到，咱无有啥物建设，互咱学习着讲，咱心中拢已经有点到迄个盼望的蜡烛，迄个希望的蜡烛伫咱的心总是这也是一个学习，就知影讲，有当时有足侪环境，敢若要将迄个希望的火安怎后发，总是咱毋惊，总是咱毋惊。是安怎叫做大感节？等待耶稣，毋是等待耶稣。咱想讲伫圣诞节进前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戴象节大感节，毋是等待耶稣降生。耶稣已经降生啊，2000年前已经出世。这大感节是等待耶稣搁一遍的再临哦。所以伫这个大感节的中间上界需要的态度是啥物？就是提醒咱爱用反悔认罪的心，来准备迎接主耶稣的降临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大概咧庆祝圣诞节的时，咱毋通搁对耶稣，甲想做讲伊对 baby， 无毋着咱知影耶稣2000年前伊对囡仔、对婴仔安尼来出世，总是伫迄个中间搁较大意义，互咱知影讲耶稣伊有搁伊会搁一遍来到这个世界，伊搁一遍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第二次的时阵。咱要安怎来准备迎接伊？所以咱伫即个最后咧听即个十字架的团契的内底，对咱来讲就足重要的。咱的信仰要搁较尽心的，咱搁较要捌，搁知影讲耶稣伫伊最后的时间的时，伊所做的遮个代志，所上顶的，所要教示咱的是啥物？所以咱伫顶礼拜。咱看到耶稣已经到伫各各他，就是迄个叫做头壳满毒老地迄个所在。对比列刀安怎？伊讲好，安尼恁拢要办即个人有罪，就是办即个耶稣有罪。啊，恁讲要放啥物人？放别人吧。安尼好，我把伊插啦，伊洗手对无？然后对耶稣交互罗马兵丁，然后到尾后因。就将耶稣通过苦路，啊，有人替伊掠十字架，然后去到伫山顶，到各各他迄个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提醒咱，这段特别到最后，还阁有3讲，迄经节拢足少的，咱爱默想，咱毋是干那伫过偌一个时阵，相对耶稣啊伫遐默想的哦，其实伫圣诞节的时。咱嘛爱来想讲，咱是安怎要来庆祝耶稣诞生？足欢喜的，遮个代志了后，其实伫迄个中间更较深沉、更较深的耶稣来到世间，甚至失去伊的性命是为着啥物？所以咱是对伫边啊，足详细伫遐咧观察，伫遐咧看。所以咱顶礼拜就看啊，伊若倒来要安尼，了后咧。遐个证人，伫遐讲定义十字架，定义十字架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遮个证人是啥物款的证人？遮个证人就是古早对伫耶稣的身躯边，微微客客遐个证人。伫耶稣古早对伫伊的身躯边遐个证人是食过啥物？耶稣迄五块饼，两尾遐个证人诶，遐个证人诶。嘛看过耶稣所行的事迹，总是到当耶稣安怎？最后通过比列刀，有兵丁伫遐，然后有祭司，祭司头，啊，搁遐个定学师伫遐讲，无，阮绝对要将即个人甲除掉，然后遐个证人，搁经过的人、路边的人，逐个看，哇，耶稣果然爱甲除掉。毋知，总是即个中间，我先有一寡咧证人，遐个路边的人，伊心肝可能会想讲，即个人阮较早看伊都较有灵敏啊，总是安怎毋敢讲话，因为当权者是谁？当权者就是遐个祭司头啊，因为遮拢犹太人嘛，所以你想会伫边仔看的人，拢是犹太人，拢要讲，迄个耶稣。较早迄个耶稣，兄弟姊妹想看觅咧，耶稣3年外开始出来传道，伊所行的所在，遍行伫加利利、伫拿撒勒、伫所有的所在，伫伊所做的代志，做啥物款的代志，行神迹，然后互迄青面的人目睭会光去。耶稣嘛讲过足侪话，总是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耶稣伫最后，也甲。两个强盗，两个强盗，两个犯人同齐伫迄各各他的山顶，伫遐要来顶十字架，甚至佫用一个牌仔来写讲安怎？犹太人的王用3种的语言，对无？咱顶礼拜讲迄3种语言，第一个就是希伯来文，因为迄个时阵，遮犹太人所讲的就是迄个希伯来语。然后伫即阿兰文，然后伫即个中间有迄个罗马字，过来有希腊文，伫迄个中间，即顶礼拜牧师有讲过。所以咱看到伫即个中间，
即三支十字架伫遐，咱讲有一个犯人，阁有一个犯人，所以耶稣伫中边仔有两个犯人，其中有一个犯人就伫遐开始讲啊，因为因拢受惊，伊讲：你毋是基督吗？你会当救你家己啊？是啊，逐个拢讲你是基督啊。因为彼得哥嘛是讲，你是毋是上帝的囝基督？伊讲你讲就是，耶稣讲毋是我讲的，是你讲的哦。所以当讲了后，哇，逐个就安怎？逐个规个拢掠起来，你真正是亵渎上帝啊！讲你敢讲你是上帝的囝？所以即摆即个犯人，咱看即个边仔迄个犯人，伊用即句话来咧甲耶稣讲，兄弟姊妹，你感觉伊是相信耶稣是基督，还是咧甲笑？是咧甲讽刺吧？是咧甲讽刺吧？你毋是基督吗？你会当救你家己啊？嘛想煞救我？结果毋是啊！你即摆嘛是共款钉伫十字架顶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想看卖着即个犯人，伊应该捌听过耶稣的代志，因为伊嘛是犹太人啊，所以伊的态度是啥物款的态度？伊的态度就是安怎？不予置信，无啥要相信，总是伊听过足济啊。因为耶稣即3年外来伊所行，伊的迄生，伊的迄个讲，伊所行过、所做的代志，伫犹太人的世界内底安怎？大家拢知影，掀起一阵一个狂热的流啊！大家拢知影，佫有一个人叫做耶稣。然后亲像先知共款，佫亲像良比共款，伊所做的代志，真正是遮尔啊，遮尔啊白到不可思议！真正伊是上帝的囝吗？伊是迄个弥赛亚吗？伊是迄个救主吗？所以咱看即个第一个反应，伊即款的态度，尾后安怎？伊失去救恩的机会，因为伊甲耶稣足近呢，已经是一个伊伫伊的边仔尔，伊竟然失去救恩的机会。兄弟姊妹，你捌有即款的态度？已经入来到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啊，也是已经降生伫即个基督徒的家庭，结果你失去救恩的机会。咱看即个强盗，即个犯人，伊的态度最根本的就是安怎？伊无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个信是要带互咱的永望的，但是你若无信，就啥物拢顺。你若无信，即使对耶稣甲你送到你的门口，就亲像即个犯人，伊伫耶稣的边仔，伊嘛听着，伊嘛看着，伊嘛经历着，伊真正就听着啊，甚至伊可能嘛对伫遐的证人的伫边仔，伊检菜嘛有食着迄无底饼两尾。结果伊伫即个过程的当中，伊嘛看着耶稣安怎用灵肉降世，伊看着耶稣安怎面对遮的，然后最后伫十字架顶，伊也有个毋是。总是伫即个中间，咱看到另外一个顶伫即边即个犯人，即个犯人伊安怎讲？伊甲伊讲，伊讲你无安尼做。因为咱会顶伫十字架顶，这是罪，是公道的，是咱无犯罪的啦。你毋惊上帝吗？迄个人无做过啥物毋好的代志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两个犯人的即个态度无共款的。即个犯人伊所讲的即3句话内底，伊讲。咱是罪所应得的，咱是有犯罪，咱原本就爱受这个刑罚。但是你安尼讲，这个人用这个，你毋惊上帝吗？表示伊安怎？伊知影上帝是公义的，其实遮犹太人因拢信上帝。然后伊佫讲，其实迄个人伊无做毋对代志啊，伊无做啥物毋好的代志。所以咱看到即个，事实上，即个犯罪的人，伊安怎？伊承认伊家己的罪，然后伊也敬畏上帝。
伊搁安怎？伊搁知影耶稣无犯罪，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伊反倒对众人内底遐祈求，平等的祈求。兄弟姊妹，你还阁会记哩平等安怎祈求无？转去看福音书伫尾后遐个平等安怎？甲喜人对无？咱讲甲变教人，变教共款逐人啊，互伊穿一领。耶稣迄阵伫遐要来审判的时，佫有伊穿一领红色的外袍。伊讲你是王啊，有你穿一领王袍，然后佫摕一支迄个讲炉为伊做安怎？做伊的权杖有无？佫有用啥物为挂伫伊的头壳？讲这有做你的王冠啊，是用刺配。然后咧，伫十字架顶遐，因佫用啥？因用醋互啉。尾后咧，佫将伊的衫脱掉，遐平顶佫伫安怎？伫遐掠迄18头啊，讲，咱来分即领衫，你分倒位，我分倒位，甲拆咧，拆到4份。遐路边伫边仔的众人安怎笑耶稣？你跳落来啊！你毋是讲你会当救你家己？你毋是讲你是上帝的囝？即款的话一直伫遐咧讥笑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个犯人拢有听到。咱看即个强盗兄，伊嘛有听到，但是伊安怎？反倒对即个中间，伊确信即个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所以当伊安尼相信了后，咱就发现吼，伊的生命无共款。虽然拢要死啊，但是伊伫即个要死进前，伊掠了即个机会，伊来耶稣讲，因为伊感觉讲，你既然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，安尼主啊，你的做王的时，你要搁来的时，求你会当纪念我，求你会当纪念我。咱看即个强盗，伊实在吼有一个迄个敏捷的心，伊也知影讲会当安尼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看到即个另外即个强盗，伊安尼讲的是耶稣安怎答伊？耶稣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就要甲我同齐伫龙门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即个犯人来讲啥？即边即个犯人来讲，耶稣啊！你的国来临的时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耶稣，你做王的时，要搁来的时，求你纪念我。兄弟姊妹，咱毋知影上帝国伫将来，也是讲迄个龙到底生做啥物款？因为咱是伫三度空间，总是咧超过咱会当想象。圣经内底嘛写袂清楚，因为佮安怎写，咱拢听袂明白，安尼知影吗？因为咱是伫三度空间，但是遮会超过咱会当知影的奥秘，有即个所在。总是咱来看下咧，你今仔日要甲我同齐伫落雨啊？结果迄个犯人就来讲，你的国降临的时，兄弟姊妹啊，哇！伫主耶稣的时间内底，你看，迄个今仔日你就会当甲我做伙啊！伫迄个犯人，伊的心想着啥物？想讲将来总是伫主伊的听的内面，现在将来拢总做伙，超越过啊！安尼知影无？所以其实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有当时咱讲主啊，求你将来纪念我。其实主今仔日就要互你啊！所以咱无伫迄个中间延前去。主讲我今仔日就要赏赐恁有即顶好的恩嘛。所以啊，弟兄妹，咱对咱的主迄款的热切，咱对咱的主迄款的希望有够赢无？还是你咧等候讲主啊？等候我搁较有用咧，主啊，等候我遮个物件拢做好咧，主啊，等候我会当安怎的时阵吗？今仔日咱伫遮看到各各他，即个头壳满的顶面有3支十字架，中即个十字架是耶稣
就是救恩的十字架，敢毋是咧？但是咱看到另外一边的十字架是安怎？拒绝的十字架，就是讲你是基督吗？你会当来甲我救啊？你会当救你家己啊？但是我看你敢若无在调啊，即摆嘛是要死啊！迄是后壁无讲出来话，是迄种意思，拒绝。但是咱看另外一支的十字架，叫做接受的十字架。接受啥物？接受即个耶稣就是基督，伊的确会当救我，伊的确会当伫伊的国内底，互我伫内面甲伊相共。兄弟姊妹啊，咱的一生拢咧选择的。你毋是选择伫遮，就是选择伫遮。耶稣要诚做救恩，这诚确实啦。但是你一生内底，拢咧选择，你是要伫拒绝十字架，也是要一个接受的十字架。请问，你要选哪一边？你要接受，还是你要拒绝呢？所以最后，咱来看耶稣甲即个接受的即个患难，因伫迄个艰苦的中间，阮顶礼拜，其实顶礼拜我虽然袂当伫现场，甲大家讲道，虽然用声音，我无讲着。我伫咧选遮的图片的时阵我拢毋敢选迄足残忍的，咱现场捌看过受难记的人举手受难记，没有举不许，好放下来，迄差不多50多年前啊。受难记里面的拍甲我感觉迄做现实级的，迄阵伫遐看的时真正看甲用安尼看流目屎蛮正的。所以即摆都非常伫遐看到迄种的图片的时我感觉足残忍的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虽然我选的图片十字架顶拢足优雅，拢足好看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其实就是像拍片较残忍，而且佫愈残忍，你袂当想象的。所以伫即个十字架是安怎？顶伫面顶，然后你的身体的重量就伫遐开始坠落，然后敢若顶啊，然后你的排骨就开始断落，会断去啊，然后会失水，无茶好通啉啊，水佫来流血，所以伫迄个中间是诚痛苦。然后讲受凌辱，啥物叫做受凌辱？咱看所有的图片，拢搁伫安怎？伫这腹肚。遮拢有搁下一条布，对无？实际上我有讲过，实际上是无穿的，规身躯光溜溜，是足见效。然后伫即个十字架顶，遐尼艰苦，遐尼受见效凌辱的中间，然后血一直滴，生命一点一点的流去，要无去的时阵，咱看到耶稣竟然甲伊边仔。即个愿意接受的患难，甲伊分享一个奥秘的团契，就是讲，我今仔日要甲你同齐伫路啊！你今仔日要甲我同齐伫迄个所在，兄弟姊妹，你有羡慕即款的团契吗？你有羡慕即款的团契吗？咱有一个正，互咱正激励的例。就是马偕牧师，150年前伊来台湾宣教，即个马偕牧师，伊用29年伫台湾宣教，伊伫台湾设立60间的教会，培养60个的传教士，用圣经来宣导，就是搁加女子学院，就着24个宣道夫。迄个时阵，台湾人。迄个富人人袂当读册，但是对伊遐开始，你看24个人会当来训练出来，而且是会当来传统英美。然后伫马偕牧师的时代，29年，伊为着2633个人受洗。最后我要讲的，是伊要死进前的故事。伊亲自伫淡水遐，伫遐有牛津学堂。牛津学堂伫遐教学生，教遐传道人，
最后马家牧师是因为拿后生间，所以伊的声用要无去啊。但是伊感觉讲，伊伫世间的日子无济啊，伊一定爱教了，爱将遮个学生来教了。所以其实伫伊要死的进前几工，伊有一工，伊起来去摇钟。每届若要上课，拢牧师家己去讲经吼，用迄个做一个因的日常的规律的生活。所以你敲钟，敲到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！学生吼足紧张的，较紧来，较紧来，伊就来讲，我搁时间无济啊，但是我一定爱将最后所要教来恁教了。兄弟姊妹，生命有时会无去，但是伫咱的心中迄个愿望会留落。咱伫主内底迄个愿望，毋是空空的。咱看到即个接受的即个烦恼，伊有安怎？伊虽然有结束即个今生的生命，但是伊得到啥物？将来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毋通干那一直看到现主时的生命，咱爱知影，咱还阁有一个未来的活命，爱甲主团契，爱甲主团契。所以咱看到即个马甲伊虽然要失去伊伫即个世间的生命，但是伊安怎？伊讲啦，恁爱学我搁较斟酌咧，最后才会恁爱注意，无偌久我会离开恁咯。总是遮个恁拢爱记牢。所以咱看到安怎，伊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，然后结出足侪果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愿望的团契。咱的主耶稣已经将这个团契内底愿望上个重要，互咱啊。所以咱伫这个世间，咱无惊吓。若是安尼，咱会当甲人来分享这个愿望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这就是一个用福音建立一个永恒的团契共款。所以刚才你是伫一个受压迫的艰苦的内面，身体的病痛的内面，也是你的生活内底充满挑战，也是你失望的中间。但是只有主耶稣会当互咱愿望，然后你会当借着这个愿望，然后甲人建立一个永恒的团契。伫即个礼拜，有一个见证，就是咱的阿公李真，伊伫后壁吼，原本拢伫后壁咧做营营的，伊顶礼拜日，头倒摆去互厝倒，规个真厉害，就是手甲骹，拢去互断去就对，特别伊的骹迄膝盖吼，膝盖去互碎掉了。所以迄是一个真恶劣，所以昨日才伫遐咧做即个膝盖的手术啦，手嘛爱手术，手较早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牧师通过用拍电话甲伊联络，但是伫迄甲伊祈祷2年的中间我发现伊的信仰足好，伊伫遐祈祷讲，我会当紧紧转来教会。我愿望会当紧紧转来服侍的内底，伫个祈祷内底。所以我虽然伫即边的电话内底我有感觉到迄个信息足大的，迄种的鼓舞啊，我拄好伫迄个确诊的当中，所以丽珍伊的生命虽然伫安怎，伫迄个破碎，就是拄着车祸。伫迄个艰苦的中间，甚至拄着足侪问题，总是我发现，伊甲主耶稣迄款的团契的连接非常的重，也因为安尼，兄弟姊妹做伙为伊的祈祷嘛非常的重，这就是团契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团契，无有啥物秘诀，咱就是参与伫内底做伙祈祷，咱的阿爸爸内底就伫遐做奇妙的代志。有当时咱袂当做啥物啊，真正袂当做啥物，嘛袂当去遐陪伊，总是注定较要听祈祷。这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团契。最后，佫甲大家分享一下，迄实在是一个失败的例。捌有一个妈妈来找我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的囝拄着啥物款的代志？
可能有个人还佫会记，伊个囝拄着线上博弈，就是跋筊，一直伫迄线上跋筊签跋筊，一直借钱，伊借甲连伊个娘家伊都毋敢借啊。啊，伊个先生2年前过世，即个老母来找我，甚至佫将伊个囝带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讲，我替伊祈祷，但是迄个小孩子就是无要改啊，就安尼皮皮啊。我看着足艰苦，我怎啊甲妈妈讲，我叫你转去，然后我敢若会当为你祈祷呢，我嘛毋知会当做啥物，嘛袂当报警察啦。吼，因捌报警察，警察无要管啦。所以即种的是啥物款的代志？就是心内底的欠缺心破病。所以我就带着一个信幕讲，上帝啊，你要安怎？我就拢为伊祈祷，啊，尾后嘛渐渐的去。但是你知影偌奇妙吗？迄个妈妈大概2、3个礼拜前，伊个赖我，然后我牧师你好无？伊遐甲我问好。上帝通过其他的教会牧师，带迄个姊妹入去伫教会，所以我心足欢喜的。伊佫会当来甲我祝福。即个妈妈竟然佫甲我讲，牧师多谢你陪伴我。我说见笑，我感觉我也无为着伊做啥物，但是我伫遐看到一个见证。上帝啊，虽然我无在了如何帮助，但是你互我看到讲，你的确要帮助。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帮助。所以伊即摆伫迄个教会，伫遐咧聚会，我毋敢人问讲，啊，恁囝有较好无？也袂到安尼，总是干那即个祈祷，佮伊进入教会，我的心就伫遐大大的激励。咱的主就是要救咱，就是要甲咱有团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通将咱的主撒开。咱甲主团契，讲主，我需要你，每一摆我拢需要你。我的生命内底，我的生活内底，拢需要主，你甲我三个人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献出阮的祈祷，对伫你将主耶稣赏赐互阮世间人，祝阮成人，阮。无尽万高深，有时，阮亲像真欢喜，有主耶稣来退休，阮的生命总是有时，阮敢若亲像吞啖浪费这个恩典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天父上帝，求你提醒阮每一个人，互阮知，你通过主耶稣所要赏赐互阮的生命。是偌尔啊丰盛，是偌尔啊奥秘，也超过阮所会当想、会当求的。主愿你甲阮同在，也赏赐阮有希望你的心搁较济，互阮的生命每一时刻甲主你相结连，互阮伫这个世间所经过的日子，拢是甲主你的团契的中间，也互阮甲每一个人的团契。是真多欢喜伫主你的面前的团契，感谢主是永恒的团契，互相帮助、互相鼓励的团契。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阮的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咱来因信息第242次，就第首主由你来领看，请咱请你来应掌声。主
咱请亚历斯来报告。伊个报告来是咱来看经部伊个第2页，用台语汉字本来读2解，请。亚我可以对是来自己很自所怀无内，我马上的热爱花意，亚我可以对是来自己很自所怀无内，我马上的热爱花意。12月份的暑假有3条，请有熟悉的同工。咱12日起，咱来看第3页。第3页周间的聚会，咱拜时啊，拜5暗有8个时段，拜6下早有灵性这一个现在讲评，拜6暗有儿童品格营，暗时7点有职场团契，还有天鹅泰家族，还有赞美团。礼拜下晡1点有学生团契甲青年团契，礼拜下早11点少年团契伫个课堂聚会。第4礼拜下早11点有妇女团契，咱看第4页。消息报告，今日是大干事节的第1主日，由少年团契来点任代表希望的拿节。第3，后主日要举行新礼典，有洗礼、信餐，洗礼有修理洗礼、徐雨欣、郑彩杰，本信礼有郑成典。第3，今日召开明年度教会暑假计划协调会，华语礼拜结束以后，伫个副长举行，请中职甲各团体机构首长出席参加第4聚会圣诞节的活动，请为了这咱来带导，愿所有的活动拢带着福音的大力。喜所爱无限的活动，咱要赠送伫个咱乐港镇的总理收入户，每一户1000块，由分会甲 TVBS 兴旺爱永续基金会各捐500块。今年咱有认领10户，由县政府来提供名单。分会伫个12月要来发送，这4处的活动，就是咱会赠送礼物给受刑人的小孩，由跟随团契来提供礼物，甲名单，今年有2户，分会也是赶快伫个12月会来发送。12月17下晡2点，咱要伫个中滨秀传医院报家音。12月23。上午7点45，伫个鹿港国中报佳音，刷接咱就转下爱育幼儿园报佳音。12月24，上午9点半有圣诞节的彩街报佳音，暗时6点半有圣诞晚会。12月25，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，永岛的旅客圣诞聚餐，咱邀请西道帮教会甲中心教会到伫咱礼拜。餐。第5，分会举办圣诞节主餐，伫个12月25中到12点，费用每名200块，请兄姐今日开始就会当向各团体的会长是小云长老来报名。第6，中华中会妇女暑假举行2022年圣诞节感恩礼拜。时间伫个12月3号下早9点到12点，地点原道教会，请有报名的兄姐，迄天下早7点半伫个教会一下出发。第7，中华中会妇女事工部12月10号举办查经营，地点伫个核心教会，费用200块，若要参加的向收有友来报名。带导的事项第1点。请有乐港地区的福音转化来带导，由主来掌管伫个乐港地区。第2，请为着世道帮教会平安宣告来带导奉献。第3，咱来为着集体跳安的兄弟来带导。精神省略：黄维国、潘曼丽、刘俊元、王丽香、蔡启堂。
施维坤、夏丽玉、夏吉利、张安义、谢金满、林美华、罗一峰、廖胜杰、梁桂花、陈茉莉、林思彩儿、谢淑贤、王小桃、尤丽珍。会计报告，咱请大家来看，准若有唔对的部分，请向后壁柜台来登记。上。即时咱来用信息地文化13首原著书报告会，咱听起哩就是全首练习了差不多说了几个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团契交陪，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今世代无尽。阿门。